乡请到早，欢迎收看今仔日7月7日台记大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两件车祸。这个是台北的上山，昨昏有一架民间的救护车，有开乌烟，在救人的时冲过红灯，一个骑乌多巴的民众未负反应，互救护车弄死。另外，伫台东第一线是发生两架车对撞，随烧起来，两个驾驶拢重伤，赶紧送病院抢救。透过监视器画面，下边的乌色休旅车不明原因下过江横线，甲顶外白色轿车对撞了导火，民众赛车经过翕几台车火烧车的情形。这车祸发生伫台11线91公里所在，台东长滨乡中林段。初尾晚6点半，17岁姓潘10人驶的乌色休旅车为花莲驶向台东，疑似失控弄向对向的83岁姓黄的老先生驶的白色轿车。经查为白色自小客车黄姓驾驶，南向北行经该路段时，与黑色自小客货车潘姓驾驶北向南发生擦撞，导致引擎室起火。两个驾驶拢是男性，被救出来时阵意识拢无清楚，送去抢救。车祸原因警方还搁在调查。台北市松山区昨夜发生救护车弄死人意外，一个民间救护车在脑出血病人转院，经过路口拄到红灯，淡水内通过。一个差不多60岁技术未负反应，当场被弄掉送医救无倒来。警方调查救护车驾驶细路10人是无照驾驶，经过检测排除酒后赛车，专案会以过失致死罪嫌，以请地检署侦办。在救护车内患者无因为车祸加重病情，照原本的行程送去内湖3分钟病院。记者综合报道。甲乡亲同齐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拢是好天，高温烧热。咱来看分图。天气真烧热，过到了后，伫嘉义以南其他的山区拢有机会会落西北雨。下到拜五呢，天气拢差不多是这款的天气。拜六落西北雨的范围会搁较宽、搁较大。伫新店以南各地头山区过道拢有可能会落雨。也人呢要提醒乡亲，昨昏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即马有机会变作风台。也不过气象专家是表示，看起来目前对咱台湾无影响。只不过讲，伫菲律宾的东海东部，即马外海也有一个热带扰动，总共一个叫做风台，安尼重心就有可能会登陆台湾，敢会影响咱台湾，影响偌济，后续爱继续观察。全台即摆天气是热翕翕，气象署有针对13个县市已经发布高温资讯。到拜五之前，各地头拢是好天，一寡所在阁有机会出现38度的高温。另外，伫台东的关山、溪埔市出现加烈风，昨昏出现加烈风的时间都超过10公尺，有看到的民众讲，差不多10分钟才散去。台东、关山。这个加烈风看起来关度有超过10公尺。这特殊的景象都出现伫台东关山镇的河床顶，有民众伫初一早起10点50分左右翕到这难得的画面。民众讲加烈风大约继续10分钟左右才到达消散。经过鸾山大桥，说奇怪，那边有一个沙尘暴，看一看，不对，它怎么越来越大？大概10分钟。那因为接近地面的空气啊，受热迅速上升，就会产生旋转气流。所产生的一个层龙卷。连日军表示，初步判断是电容架伫日头充足的条件之下形成漩涡上升气流，是一种射击随伫西转风调的天气现象。全台出日头的好天气，也好各地出现高温。至于一只位头壳顶淋落去透心凉，囡仔欢喜甲大声叫，叫了狗啊，未少民众带囡仔同齐耍水消热。我们是从南部上来的，我们从台南来的，结果超热的。所以是带小朋友来玩水消暑。对啊，一定会啊，哎呀，非常好，玩水很好啊。叫热第一日，大台北地区的透早就出现过30度，气象署表示，台北盆地小气较袂扩散，加上东南风过山沉降，出现温度比4度为悬的，都是热岛效应，互民众感觉更较翕热。周5之前的话，太平洋高的势力都是比较持续偏强，北部地区都在周5之前都还是有机会出现36、37度。那大台北盆地都是热岛效应的关系，整个闷热的感觉会更为明显。到测试进前，各地高温普遍伫32至35度，部分地区甚至可能出现38度以上的高温。公视新闻采访报道。
即阵休热，屏东到小琉球的人是愈来愈多。7月份开始，东港到小琉球的准邦拢爱先检查身份证。业者表示，即马是试办，到8月初4的时会正式实施。到时呢，若是无查身份证，恐惊就无法度坐船。验票的员工提醒民众要上船进前，搁爱看一摆证件。当地大家庭，工作人员就要开较侪时间检查。休热要到啊，真侪家长带少年朋友要去小琉球耍。不过8月初4坐船规定开始有改变，东流线5间业者为着要互坐船的游客提早适应，对7月初1开始联合试办实名制。上船除了查票，搁爱出示身份证，也是健保卡的证件。应该是有一点麻烦啦，很多人不知道的都没带到嘛。我们是刚好有看到新闻有报了，因为你购票本来就是你会有就是身份的需求啊，就是那边也会验证，所以说我觉得就只是单纯核对而已，我觉得是还好。为着让民众买票时看真足，船公司伫贴票的柜台拢有打广告，提醒民众注意实名制的证件规定。假使临时无查证件，业者会请民众签切结书，才会使上船。业者讲，搁检查一摆证件，可能会互坐船的时间悠长。不过嘛是希望先试办，让民众提早适应，增强这个防救的机制以及我们坐船的安全啦拄啊开始尔所以不管是民众也好，还是阮的工作人员嘛好，拢爱来适应。虽然有的民众感觉晦气，有的嘛认为要配合政策行。交通部航港局对8月初4会开始严格实施登船实名制，国内旅客会使出示身份证、健保卡，也是地方居民卡；国外旅客会使摕居留证、护照，提供业者检查。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屏东的小琉球伫这几年是咱国内真正的观光景点。对7月份开始，坐船爱徛名，嘛爱收保育费，嘛有甲保育区内底海胆列入保育。也若伫澎湖，当年的7月至8月才会当开放去捡海胆。也毋过呢，今年看起来市场内底海胆无遐济。店家表示，有可能是寒天伤过寒，材仔拢死了了。买票时阵爱摕身份证出来，互柜台人员看。屏东东港往回小琉球的交通船7月初开始用实名制。东流线5大业者提早实名制，是为了配合航港局征收客船管理规则。8月初4严格规范，国家小琉球这阵啊游客数一直增加，爱避免交通船出现黄牛抢票。若坐船实名制，避免游客伤济破坏生态。屏东县政府新增加3大保育管制措施，包含立馆、甲邦湾、科劳部收观光保育费每人60，增设龙溪东核心区，禁止所有游客进入。同时，把保育区各种海胆纳入保育对象。因为海胆常常有进补的一些混淆问题，所以我们把海胆全部恢复成保育对象，未来都会以专案移除方式来进行办理。今年的海胆真正有够少的。同款禁猎海胆的澎湖，敢若每年7月到8月开放捡马粪海胆，演过往往开放头一天，市场海胆就蹲干那山，今年看袂到，敢若几档有伫卖，啊，不过也是有游客来试食。第一天刚好我们也蛮幸运的吃得到。天气冷，它们鸟有很多都死掉了，所以今年的量就比较少。减产的原因爱搁查，啊，不过这几年澎湖野生海胆真侪人掠，数量减少，游客互离岛趁真侪观光财，嘛互当地资源快速用完。政府用饲仔的方式加禁猎政策，希望用饲的代替掠野生的，互海洋资源有效循环。记者综合报道。含乡亲同齐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泰国宪法法院伫昨昏裁定，因的总理贝东丹停职，因为伊和柬埔寨前总理洪森讲电话的录音内容，即马有流出来。伫对话内底，伊是几若届拜托对方来斗相共，又搁批评因家己国家泰国的军队，讲军队伫边境的行动甲行为无适当，这个讲法是引起泰国国内不满。来看《自由时报》。为着要找到假的车牌，交通部即马有个修法，汽车用假的也是假的车牌，也是用无老实的证件去申请车牌，会罚7万支。车辆甲假牌拢会互政府扣去。这个新制度按算7月15开始实施。来看《联合报》，昨
更是落体新制满20周年，民间团体有去行政院头前真正抗议。伊是表示，根据劳保局的资料，到这领落体新制的劳工退休金一个月退休金平均才领6300，安尼根本无法度过日子。伊是呼吁行政院爱赶紧修法，要求头家爱甲这提拨退休金的比例，对即卖的6%提悬到9%，而且佮要求逐年拢爱提悬到15%。落体新制实施20年啊，也毋过这20年物价是直起，也毋过呢，头家提拨予劳工的落体退休金，共款是6%尔。劳工团体即卖就批评领着退休金，这退休金，互劳工退休的生活根本就捧袂过，所以呼吁政府爱赶紧修法，甲头家提拨的比例对6%提悬到9%。劳退新制20年，劳工退休没有钱。落体新制今年满20档，劳团拜2伫行政院头前抗议，因讲物价确实一直起，毋过劳体金煞少甲真可怜，头家劳体金提拨一直卡咧6%，因诉求政府修法，爱政府要求头家劳体金提拨的金额爱对原本的6%提悬到9%，若无退休的生活根本就拍袂过。我们现在劳工来讲哈，现在领退休金的人来讲，真的是大家也看到，真的是算起来是蛮惨的，甚至呢。不得不再重新退休后再就业都是做一些比较低阶的一些打杂的工作。劳团表示，照目前头家提拨6%来算，根本就无够退休生活。根据劳保局去年12月份的统计，选择一届领完劳退金的民众，平均每人金额是256979块。若是选择按月领的劳工，平均一个月干那6332块。劳团讲，无论是一届领，也是逐个月领，拢比旧制搁较袂好。依照劳退旧制的比较看起来，劳退旧制正常是伫12至13%左右。所以，咱希望政府这个单应该是先加提高到9%，然后加慢慢加提高到15%。我们还是会来优先鼓励雇主提高这个提缴率以及鼓励劳工参与自提对此，劳动部是回应，确实面对着质变波通货膨胀，6%的提拨金额可能真正无够。未来会鼓励企业提悬提拨，也继续和劳团企业代表讨论，继续收集意见，思考未来制度方向。记者第选林秀凯台北报道。总统赖清德伫昨昏发表团结国家10讲内底第4讲，主题是国防。总统表示，中国的军事费用直直增加，是无得管是倒一个政党在执政的。而且，伊阁讲，中国的威胁已经下到第3岛链。参加国际赛会活动得到热烈呼声。总统赖清德团结国家10讲到第4讲，主题伫国防。赖清德表示，中国军费开支为2000年开始一直欠悬，今年已经超过台票8兆，是20年前的7倍以上。中国的军事预算增加，没有在看台湾哪一个政党执政。每一年都在增加，特别是在2008到2016年，其中有几年，它的军事预算的增加是2位数。用中国航空母舰辽宁号甲沙东号移动轨迹来做证，赖清德指出，中国威胁唔但针对台湾，也继续压迫区域和平，已经跨过第3岛链。行政编列4700亿特别预算，希望强化国防，也顾好民生。每一个人花1万块钱，还是要拿1500亿来做国防韧性，另外再加200亿到1000亿嘛，来补助台电，让台电不要涨价。不过，对赖清德表示，在野党进行伫国会动审国防预算，总也是史上上悬。而欢迎国民党团反对党批评，中央政府国防总预算编列有4760亿，也是史上上悬。民进党团是表示，相关动机提案，除了海军号因为海测还未完成，其他拢经全部改动。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大罢免，民进党的立委即马宣布要成立大罢免助攻团，要来协助罢免团体来催票。因为拿赢嘛有去花莲举办大型的宣讲活动，呼吁支持者爱出来投票，爱投无同意票。不同意罢免。
支持者的国旗将欢喜甲因围起来，大声喊讲无同意罢免。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调鲍坤琪和因某施真伟手牵手行入去会场。花莲反恶霸团结大会第一场在北区花莲中正体育馆举行，包括国民党主席朱立伦、馆长陈志涵和真侪南北立委都有到场来做工，呼吁支持者登无同意票。我们绝对不是傻子，对不对？对。我们是总统的头家，对不对？花莲守得住，台湾就有救。我们守住花莲，来抢救台湾。大家有听过罢免，没听过大罢免。什么叫大罢免？就是无差别待遇了。只要是你是反对的，你只要是国民党的区域立委，我都要把你罢免。那样回风花莲，不过检调嘛，持续伫全台真侪所在发动敲吹。民党地检署侦办民进党立委吴丽华的罢免案，提起人名册是涉及不实联署案，检调是分真侪路线，下4县市来敲碎国民党花莲、台东、南投、桃园东部，而且带走真侪人开始有谈。跟今天的罢免完全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好，是联署的问题。是那个吴丽华案吗？对，是吴丽华。我们真的清白，我们真的没有做啦，放心啦。不仅是南投县国民党部遭到搜索，人被带回，就连我立委的执行长也遭到家里搜索，人被带回。7日6大罢免的投票倒头算，拢总有24件国民党立委罢免案成案。民进党立委林俊宪早起是宣布成立全台巡回大罢免做工团，要帮助罢团在上尾阶段来催票。我们已经挺过最困难的第2阶段的联署，来到31-0了。全台涵盖有130万人左右来参与的，每一个人只要再拉一票，就有260万票。不方便或者是不敢签联署书的，在投票的阶段，你不用害怕，因为没有人会知道你投了什么票。林俊宪嘛强调讲，罢免是来到上尾冲刺的阶段，民进党全体党公职拢应该先把个人的特色扛落来，即马就是专心专意投入来帮助大罢免。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美国参议院伫昨昏通过美国总统川普提出甲税收有关系法案，而且甲川普几若项国内重大政策拢写入去法律内底。另外嘛，互这美国的国债增加3.3兆美金。这个法案刷落来要送去众议院审议，川普是希望会当伫7月初4美国独立日送去白宫，予伊签署。We had a big day today. The bill passed,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do very well in the House. 美国总统川普在空军1号进前甲记者讲，希望7月初4美国独立日进前，这法案应送至白宫会签署。进前，川普提出的税收甲支出法案，也就是所谓大国税的法案，伫参议院表决时阵，由副总统范斯做讲过关。On this vote, the yeas are 50, the nays are 50. The Senate being evenly divided, the Vice President votes in the affirmative. The bill as amended is passed. 民主党籍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苏莫迪投票了记者会批评。Paid for by ripping away health care from millions of people and taking food out of the mouths of hungry kids. This vote will haunt our Republican colleagues for years to come. 伫参议院53个共和党的人内底有3人甲民主党斗阵投反对票，才成做50-50的局面。根据美国宪法，副总统是参议院议长，无参加投票。不过，若参议院表决出现50-50平手的时阵，副总统有权投决定性一票。这是共和党重新执政了后，范斯第一摆用副总统身份使用这项宪法权利，所以这法案会送共和党压有多数的众议院审议。不过，共和党内依然有真侪无共款的意见。真侪位共和党的人已经表示反对参议院的修改。公视新闻恩文玲报道。另外，美国总统川普希望会当降利息，伊已经表示，讲包括台湾在内有真侪国家的利率拢比美国还较低。伊已经呼吁联准会要赶紧降利息。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了，一直不办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一直话联准会就会降息。顶个月底，国家各国央行利率悬加做排名，对这张表看到，其中台湾利率2%排伫咧第10名。And if you look at this chart, this is a chart of all of the interest rates of many countr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At the top is Switzerland. They're only paying a quarter for interest rates. Cambodia, Japan, Denmark.
Thailand, Botswana, Barbados.Taiwan 专家认为，美国联准会所落来降息的幅度，若超出市场的预期，降2码到3码，美金才有可能再一面大幅度行掉。有学者讲，国内央行做利率决策的时阵，一直拢真保守，所以汇市未受利差的变动影响。我们的汇率受到美元跟台币它供需的影响，这部分它的影响比较大。因若伫咧股市的部分，受到美国4大指数收红，台股初一早起早盘是强弹超过380点，盘中上悬到22730点，创波段的新高。台积电盘中上悬是1095块起35块。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小样热流即马是影响南欧，意大利西西里岛有一个查某人热死，因为伤过热，一寡城市吹冷气已经电拢无够用，造成大停电。遮个所在宣布高温的时段停止伫户外的石头，政府和工会嘛在讨论应变措施。继续关心美国的司法部有宣布讲，有2个中国公民涉嫌在做间谍，想要招美国的海军去做线民，伫顶个月已经互抓起来。若是罪名有成立，这2个人会面对上当10年的有期徒刑。继续关心日本的国土交通省有宣布上新的安全建议，就是因为最近伫飞行机顶清早有发生行动电池会家己烧起来事故，所以日本即马规定未来乘客袂使甲行动电源、行动电池放伫座位顶悬的行李柜啊，就算无要用嘛爱放伫身躯边。日本国内23间航空公司对7月7日开始就要实施这项新的规定。镜头搁倒来国内，咱来关心台北地方法院伫昨昏审理经华城案，提醒前台北市长郭文哲，本地即届的开庭是要来勘验前台北市副市长彭真心因的真实内容。毋过彭真心是常常收到因太太想袂开行地路的消息，向法院请假转去高雄。让高雄的检方是认定讲，伊的牵手行地路以外无别人介入。经历出动百人部署，支持者到场集合，田征民众党主席郭文哲，由民众党发起的集合活动，嘛因为法院搁再提醒郭文哲审理经华城案，也是先完成台北市副市长彭真心。原定初早起勘验彭真心的精神宫殿，由郭文哲等人申请即日以互人无正当询问煞临时取消，因为彭真心开庭前接到家后链路楼死亡的消息，伫电话情绪激动。那今天目前彭真是当庭请假吗？对，先回去处理家里的事。彭真心话互人冤枉，控诉检察官的良心伫倒位。私底下讲，想要互家后安心精神的时阵，才会认罪争取交保。即届因为厝内变故，向法院请假核准，赶转去南部。北检表示，无法度确认伊的意思是啥，无方便回答。彭真心的家后经过相验，高雄地检初步排除有外力介入。突然发生了这样子的噩耗，那真的很让人难过。出现毒害事件，法院照常开庭。改造提早勘验前点外开发董事长朱阿虎的精神宫殿，其中录音的内容，检方对伊讲，一个开始讲的大声，是因为你无坦白讲，希望你会当亲像前2届共款，顺顺啊转厝。毋过爱看是毋是有详细交代案情。互维建集团主席沈庆庆的律师质疑受到胁迫认罪，检方应讲，侦查检察官连判都无判，搁较无正当询问。检察官是把他要说的话塞到朱雅虎的嘴巴里面去，要朱雅虎说是，这已经不是有罪推定，这是罗织入罪。郭文哲知影彭真心的家后过身，感觉真意外，也向受牵连的人表示失礼，也讲大家因为伊受苦啊。法院后一届开庭排定初3，搁再提醒郭文哲、沈庆京、台北市议员应晓薇等真侪被告，规工会审理经华城案，检辩一定会搁激烈攻防。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民党高雄市议员黄小婷涉嫌诈领助理费，伊尾也有认罪，嘛甲不法所得1400多万拢刑转去。高雄地方法院一审是判伊有期徒刑2年，假罪5年。黄小婷也无回应，不过检方认为这个判决判伤轻，检方决定要上诉。你现在高雄车站旁边那2栋商办跟这个未来的旅馆，怎么会有人来经营呢？
国民党高雄市议员黄兆庭去年9月涉嫌用人头助理、假薪官报的方式诈领助理费，去国检调敲催羁押2个月。交保了后，第一摆登来议会质询，这个案件经过2个月侦办，高雄地方法院30下晡1审宣判。因为黄兆庭承认犯罪，主动缴回不法所得1455万，按照贪污治罪条例合并判刑2年，体罚公款3年，缓刑5年。依公务员利用职务机会榨取财物等罪，判处应执行有期徒刑2年，并预支缓刑5年，以及应向公库支付新台币150万元及提供240小时之义务劳务。针对判决结果，初一早起来到黄兆庭的服务处，虽讲服务处是正常运作，不过黄兆庭人无伫咧，敲电话嘛无人接，因此也无法度得到本人的回复。因为目前是1审判决，如果黄兆庭佫继续上诉，目前议员身份暂时未受到影响。国民党高雄市党部表示，尊重司法判决，当期的相关问题将会交给考纪会建议。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我们一切尊重司法，然后呢，我们国民党本身就有独立的考纪委员会啊，那这一切就交给考纪委员会来做一个决断，我们都一切尊重。因为黄兆庭若无阁上诉，唔乃失去议员身份，当然后届议员也无法度参选，因此地方认为上诉的几率真大。对此检方表示，法院的判决刑度伤轻，甲检察官求刑的刑度差伤济，而且嘛甲进前的案例无法度比。地检署伫咧收到判决了后，一定会依法提起上诉。记者柯家如柯朝阳高雄场报道。即摆是晓热诈骗集团嘛，上准青少年。伫苗栗就有一个国校拄毕业的查某囡仔，伫网络顶悬交朋友，对方爱去超商买游戏的点数，买到第2届的时，超商的店长感觉怪怪，报警才主动。警方表示，即摆哄骗的被害者年岁有降低趋势，学者是建议家长和学校拢爱加强囡仔防诈骗的意识。就被他挡下。然后这是他要跟我买的，我没卖他的。超商店长通知警方到场，热心的民众也家己靠坑。苗栗市一名拄为国小毕业的12岁查某囡仔，最近透过手机通讯软体熟悉查甫网友，对方讲要见面，就爱去超商买游戏点数。查某囡仔先买3000块，将数号传给对方。第2摆搁买8000块的时，好啊在互超商甲警员查落来。叫落到啊，诈骗集团将目标转向青少年，其他学生也有听讲同学防诈骗。朋友有被抢那个演唱会门票骗过，就是跟他说有票，然后结果到最后已经有给钱，然后人就不见了。就是游戏，然后可能被女生骗要什么游戏的钱。根据台中市警察局少年队统计，今年以15岁、12岁至18岁少年防诈欺被害人数252人，比去年同期加5倍。那未成年诈骗车手变多，被害者的年纪也确实有降低趋势。网络的游戏、虚拟游戏、假网拍、购物，再来就是解期分期付款这部分，占得比较高。年龄方面确实有下降。台中教育大学学者认为，诈骗被害者年纪一直降，家长组织囡仔使用网络，也是限制金流，拢只会当治标，应该爱多加关怀陪伴。家长里面刚才讲的关怀陪伴跟问安所以不是问小孩子说平安不一样，是你每天出去做什么。我们现在的网络交友跟网络诈骗这个地方，形成常态性的媒体试图。王巧璇更加提醒，都因为被害者多数受骗，家己唔知影，各级学校应该是提升媒体识图避动，各将重点放伫网络交朋友甲诈骗案例宣导，才会当有效阻止所谓犯罪冲击。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即马许热一寡青少年、大学生嘛会利用这段时间去做散工，赚一寡所费。劳动部是提醒讲，就算是做算点钟的薪水的工课，嘛是拢是用到基法。若是有劳资争议，嘛当向地方的劳工局来申诉。民间团体是提醒学生，就算是做短期的、做散工、做工读生，嘛一定爱会晓拍劳动契约，甲薪水、工作时间拢爱写好清楚来保护家己。7月学生已经开始向热，真侪人会利用暑假去做散工赚所费。根据劳动部去年针对工读生甲部分工时劳工专案劳检1800件的事业单位的结果，违反劳基法的比率有24.89%，其中以无照规定付薪水的占上侪。有关注少年家劳动议题的民团就提醒学生，一定爱会晓拍劳动契约，要求爱保劳健保来保护家己的权益。第一个一定会有薪资嘛，你的工资、你的钱，那甚至是他什么时候给薪。
然后还有你的上下班的时间，不管你是全职还是兼职，那它上面基本上这3项都应该要明定的很清楚。对，那我们也都会提醒，就是说一旦你的状况薪资有所调整，劳动契约基本上还是要去做修正的。根据劳动部的劳检报告，违法上侪就是餐饮业，第2名是人力派遣和幼儿园，也那第3名是连锁的超商。兵团认为，这个行业流动变化正紧，接要请短期的人力，可以用口头协议来取代正式契约。这嘛抵输工时和薪水的争议真多，甚至违法。劳动部嘛提醒学生，就算干那是做短期的，劳动权益保障甲一般劳工拢同款，拢适用劳基法。若是有劳资争议，拢通向劳工局申诉。时间单位上面，我们要提醒雇主的是，出勤记录必须记载到分钟，违反制备出勤记录的义务，会面临到新台币9到45万的罚款，而且还会公布公司跟姓名、负责人的姓名。劳动部表示，违规记录上多的多数拢是知名企业，部长洪新涵是呼吁这业者应当就要尽社会责任，加强公司治理。记者卢尚如、谢桂玲、曾春游台北报道。有一个台铁的列车长，进前在驶EMU3000列车驶入去到宜兰车头，有乘客发现讲，伫发车浪旁的时，这列车长就伫门边咧扑滚，甚至佮甲昏头乌白拼伫铁轨路顶悬。台铁接到通报了后，即马正在调查，无排除要依照妨害妨害防制法，请卫生局来开罚单。也若内部的行政调查真正有影，上当有可能会互记大过。火车顶外的台铁人员，我伫车门边半身捅出去外口，但伊手内面锁有一支点倒的烟。抽烟。伫火车顶悬咧食烟，而且全程拢封吸落来，各位当看到伊伫咧飞烟屎，甚至食了，佮直接甲烟头弹伫铁轨路引起争议。在上面抽烟可能会飘到车厢里面，然后有些不喜欢烟味的，可能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就这样影响到别人不太好。万一不小心烟蒂掉下去，万一有油bomb。这犯罪行为发生在顶个月底，代替一台 EMU3000型的新自强号列车，停在宜兰火车头，员工趁浪旁在车顶食烟，涉案警方查出是列车长。就已经违反烟害防治法了基本上，这个如果我们知道的话，我们还会行政处分。是怕他没有把烟蒂熄灭哦。是。如果我们旁边有杂草，是啊，或者它是那个木枕。是哦，也有可能会引起那个木枕燃烧。台铁接到通报了后，介入追查，无排除照妨害防制法，依请卫生局来裁罚，共部做行政调查，相当会封记一大个。但这种正含的行径真正嘛有。我前方和装备的台铁司机员就跍伫铁轨路高架桥的边边啊，正轻松在食薰开讲。案发地就伫新德县竹北的六家车头附近，铁路高架桥离地面是有几啊层楼这么悬，完全都是无得管家己的安全。就算是真正最想要食薰，嘛袂当涉险，也是违规，毋那是伤害台铁的形象，嘛惊因为安尼引起更较大的灾害。记者综合报道。连续5年，咱台湾上届好业的里，拢是伫科技产业观光较侪的新竹市东区的关心里，也毋过伫112年，已经互台北市上山区的中华里取代赢过啊。只是讲中华里这所收入的中位数是敢若98万4，所以内底有可能是有大好业的人收入较悬，才会甲这规个有关。专家是表示讲，有可能是中华里遮即马有银行总部，所以有关收入。一栋一栋的透天厝伫遮摆一排，上班时间有正在居民伫遮行来行去。台北市松山区的中华里看起来是普通的老社区，不过根据财政部上新发布的综合所得税统计专册，中华里对过去的第5名一路超车，一口气摕到112年度全国上好业里。中华里本来就很朴素的里啊，也没有什么高官啊、大富翁啊，没有啊，就这样很惊讶。觉得应该不是吧，因为大安区应该比较有钱吧。有钱就有钱啊，无钱嘛是无钱啊。有钱的嘛食多，无钱的嘛食多啊。里面嘛唔敢相信，根据统计，112年度综合所得前5名的村里，第1名是松山区中华里，平均数是526.6万；第2名新竹市东区关心里461.4万，接落来是台北士林区的永福里346万，新竹县的东平里和三丰村是341.6万和337.1万。不过若是看中位数，中华里是干那98.4万，和前5名新竹市的关心里、龙山里拢有超过250万来比，会当看出收入的分布是真无平均。我里面这2年就多一个凯基总部而已啊，其他几乎住宅也没有什么新建案，
所以说真的不知道。这个里本身它的地段相当的精华哈，临近小巨蛋，而且呢，原本的台塑总部还有这个凯基金控的银行总部，其实也都在这个里。专家分析，中华里所得的中位数并无悬，意思是因为一寡好业人住伫遮来有关平均数，因为中华里的地段位真好，加上最近有金控总部进驻，像企业主金控高阶主管这关所得的人口伫遮设置，另外112年股市表现袂歹，敢是股市所得有气力会当观察。公司新闻综合报道。1966年起的家己慈父安宫内底是奉祀日本的王爷吉爱公，庙内有正特殊的工艺。也毋过早期的时，庙地在产权登记的时登记无详细，所以有1/4的土地即马要互法院拍卖。庙方希望各界斗3工来募款，希望募250万，甲土地买回来。我来请走啊！原本用铁网仔扎起来庙埕，地主考虑到出入的安全，暂时拆掉，但是涂骹也是有写着私人土地的字。家己市的富安宫已经有1/4的庙地互人买去，已经影响到庙埕的使用，惊未来会有纠纷。庙方即马爱总大约250万，才当甲地买回来。算庙啦，啊是金炉啦，圆啊这吼，这甲拜殿这拢有影响到啦。啊，这边已经有法院拍卖去，用买去啊。诶，中间圆啊，这个信徒大家讲，啊看有大家善心来电话，大家斗协作，来甲这地我买倒转来安尼。家己是后夜社区的富安宫内底奉祀的日本王爷伊海宫，是家己官当初富饶传民，行煞来到家己市时带来的信仰文化。嘛，因为迄当阵对生活仰望，所以庙内底阁有一寡甲一般较无共的建筑工艺。啊，因为一般咱庙宇，咱即个工呢有带钱母，但是母的，吼，即只母会使是无带钱母啦。啊，为虾米阮即队会带钱母，就是因为过去老爸这来这讨产，不管讲吼查甫查某，拢爱出去做，毋才有钱他维持咱即个家庭，维持咱即个生活。除了公母拢有带钱母的石狮以外，庙阁有用麻石仔甲铜线做的龙凤条。庙方讲，这间庙是后火车头小富罗自路一个重要的信仰文化，希望透过社会各界资源保护这间庙，让先人行刷到家己市的历史，会当直接延续落去。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环境部拍算要提供补助，要增加咱国内公共便所内底坐马桶。也毋过环境部嘛有强调讲，目前用区的马桶是袂减少，未来是希望甲咱全国坐含区的马桶比例调到3:2。公共场所的便所通常会有2种马桶，一种是坐的，一种是区的。有人会惊马桶组伤侪人接触过，无卫生，较爱用区的；有的人可能是区袂落，较爱用坐的，各路拢无共。坐的吧，因为腿不大好，蹲的比较累。有些厕所它没有蹲的，那它是坐的，那有的人就怕脏，就把屁股抬得很高。我觉得那很差劲，他就把它弄得很脏。环境部日前有办台日便所趋势交流研讨会，经过专家的研究发现，区的马桶边仔含涂骹大肠杆菌数量是坐式马桶的164倍。根据环境部的统计，全台湾列管的便所大约有45000间，其中坐的马桶大约是占53.6%，区的马桶是占46.4%。因应台湾高龄化社会，也佮有体贴有心妇女和行动不方便等等的多元需求，环境部拍算提供补助来调整全国坐式马桶和区的马桶的占比，希望未来比例变做3:2。今年开始，阮是咧杀这部分啦，有4年的计划，有7年的计划，不过我特别强调讲，不管你是爱做事的还是蹲式的，绝对拢数量拢是增加。这是教国全民啦，所有的全国的民众。环境部表示，顾虑到民众的习惯，现有区的马桶袂拆掉、袂减少，但是未来的补助地方政府、新起的也是便所翻新，互愈侪需要坐式马桶的民众通满足需求。另外，针对民众对马桶组卫生的疑虑，嘛提供酒精还是马桶组纸。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生活消息，咱来关心疾管署公布，咱国内拄啊出事的红婴仔去喂着肠仔病毒死亡，是个新增加一例，是北部一个拄出事才6天的查甫婴仔。另外80岁疫情，顶个月是一棍头，真增加17个本土病例，今年累计已经有35例，嘛创下10年同期的新高。
新青梨肠仔病毒疫情严重，疾管署初公布顶礼拜佫增加一个新青梨肠仔病毒重症死亡案例，是北部一个查甫婴仔出世第4日开始出现爱困、活动力下降这症状，近日喘气困难转送病院到护病房诊断时会着肠仔病毒合并心肌炎、肝炎等，全积极治疗依然不幸伫出世第10日过身，这是今年第5例新青梨肠仔病毒死亡个案。像是有这个肝炎、心肌炎，以及像是凝血功能异常啊、低血压、休克等等这些像是新生儿败血症的状况。另外，8日疫情也罕见出现真侪病例。疾管署公布6月份新增加17例8日本土病例，今年有35例创10年同期新高。包含一个北部家庭延亲到校园的群组案件，指标个案是北部10外岁青少年，伊的共大亲人4例，甲校园接触共班同学4例，经过采检了也拢阳性确诊。另外3个家庭群组分别是北部3例、中部2例、南部2例，加散发个案1例。疾管署研判可能甲附近日本爆发8日疫情有关系。主要也是因为我们邻近的日本今年开始的这个百日咳病例累积到6月已经超过3万例是去年全年的这个病例数的7倍所以显示说在日本这边的疫情相当的高。那国人因为旅游的往来难免有可能会把这个菌株带回台湾。疾管署提醒，这摆8日疫情青少年占4成上侪，有可能是细汉做的8日疫苗保护力减弱的原因。国内 ACIP 甲儿童感染症医学会建议青少年自费追加1剂减量普上通白喉8日混合疫苗，除了保护青少年避免感染，也避免因会予动物甲婴仔。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猪肉供应量有咧减少，云林的肉品市场用过1天呢，拍卖2300只猪肉，不过最近敢若剩1900只，所以即马猪肉的价数有咧起，1公斤已经起到超过100块，而且有可能会继续起去。猪肉大上人员无用咧避讳，但是最近受到毛猪供货量减少，造成猪肉价数起，连带嘛影响到整体买起。毛猪的量就是少很多啊，所以价钱都很高。消费者也嫌肉太贵，所以买的量也会减少，买气也差蛮多的啊，大概差多少？都差2-3成有吧。这个目前季节性的一个影响，在高温高湿的一个天气，当然这个猪只的一个食欲跟饲效上面就会比较差一些。云林市里河讲，受到去年寒冷的时阵含年初，猪仔囝药性对歹，最近天气佮真热这因素，造成目前肉猪的供应量减少。以云林肉品市场来讲，当年7月到9月是猪只供应的小月，但是今年含英国同期比，大概佮减500只左右，造成目前拍卖猪价每公斤超过100。主要今年价格会那么高，主要就是因为猪仔囝的育成力无好，造成价少。起起来，目前的价钱？目前的价钱伫个全国来讲是101.67，那云林肉品市场昨天的交易价格是在103。云林肉品市场就讲，最近全国毛猪每天交易总价数差不多是19000只，云林差不多有1900只，占全国的1成。但是因为猪仔食的养成需要6个月的时间，最近上市的肉猪袂增加，若搁较晚中元节猪肉的需求增加，价数都可能会搁起。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专属部最近目前有在规划身心调息假，一年会当请3天，而且唔免诊断证明，唔免医生的证明。目前已经送予考试院审议，上紧呢年底要来推动。政府设身心调息假，目前第一线教职人员新北市每学期提供各中小教师有3天。为了建构友善安全职场环境，政府计划带头示范研究成立公务人员身心调息假。老师的压力也是蛮大的，我们要担任老师，要做好各方面专业的准备，不管是教学、辅导管教、班级经营、亲师沟通等等之类的。政府给学校老师有这样子的一个价别，我想是一个非常正向的。根据了解，这阵啊，专属部完成公务人员请假规则修正草案，增订身心调息假，已经送考试院审议。全国差不多36.3万公务人员受惠，会纳入有薪水的7天暑假内，当年会当请3天，会当点钟计算，机关袂使拒绝，唔免减负证明，也袂使影响考绩。全世界价别最复杂的就是中华民国的公务员，其实我最大可不必。
要做的是改善公务员的那个压力，或是所谓行政流程上的那个顺利。那公务机关它必须有一些咨商的机制来辅导。专属部解释，主要是考虑公务人员请事假会有压力，所以才成立身心调适假。另外，公务人员若做无想要使用身心调适假，而且达到心理疾病的状况，也会当选择请病假应用。这个法条的适用对象就是一般政府机关文职的公务人员啦。那这目前还不包括事业机构跟那个军人武职那一块，我也不敢跟你保证这个什么时候了。不过应该今年内不会有问题吧？目前有身心调适假的职业别也无普遍，包括依照大专院校身心调适假参考指引锁定的高中职、大学生也甲特定单位，像讲警消、矫正机关、有心理辅导假等特殊假别。专属部嘛解释，目前的请假规则草案，敢若针对一般的公务人员，若通过了后，相关的药品顾人员也有可能会适用，受惠人数会更较侪，打造更较友善的职场。记者综合报道。统计局有杂志最近有刊出一幅红仔图，这幅红仔图是咧画先知穆罕默德甲摩西两个人伫空中握手，也毋过伊伫因的下边煞有飞弹飞过去。这幅红仔图即马是受到统计局政府的谴责，已经甲画图的漫画家杂志的编辑拢抓起来，嘛对这杂志内底6个员工发出逮捕令。几百个示威的民众聚集伫统计局上大的城市伊斯坦布的有名的观光大街，而且和警方发生冲突。这条街路是统计局考西杂志莱蒙的办公地点，有员工上定去的酒吧。群众来到这抗议，成为莱蒙杂志最近刊一张网架，意思是为先知穆罕默德和互犹太教的教导认为讲是犹太教创始者的摩西两个人伫空中握手，但是飞弹煞对因下骹飞过去，场景亲像是战争共款。这个示威者是真不满。认为讲莱蒙已经犯亲像犯着性命这种大罪，警方是对因下手令枪支和喷催泪瓦斯，要来驱逐这阵生气的群众。真侪民众因为安尼身体无爽快，互呼插去边仔休困。对这张网架真不满的，还有统计局政府的官员和宗教保守派分子。警方甲为这张网架的佩莱湾的双手铐伫后壁，而且甲拖起伫楼梯顶。互逮捕的另外2个是美编和杂志的编辑，因互警方压在地涂骹了后，就将对徛家带走，而且拖起伫警察车。其中的一个人迄当阵阁是烫只骹。统计局的司法部已经根据刑法第216条开始调查，而且阁对其他6个员工发出逮捕令。根据法规，因犯的是煽动羞愤和敌意。对这莱蒙杂志是发表声明，表示讲是互误解啊。因讲画网架的佩莱湾本意是要讲穆斯林查甫人因为以色列强烈攻击无命，绝对毋是要来侮辱伊斯兰教和先知。因除了向感觉互冒犯的民众回失咧，嘛讲一个解读是故意而且恶意的。伊嘛呼吁司法部门会当来打击这个抹黑的运动，来确保因的言论自由。公司新闻新乐杯编译。镜头来巴西国家博物馆2018年的时度火烧，超过90成的文物拢烧了了。即马重建总算完成大部分的工程啊，打算伫7月初时会开放一部分，予民众参观。现场官员甲考古相关学者拍破庆贺，巴西国家博物馆伫继将近7年了后，重新开放已经完成修复的部分。2018年9月7日，当地时间暗时7点半左右，博物馆因为暖气空调烧拍电，引起大火，火势马上拖到规栋建筑，场面互人心惊惊。然后清点的结果，2000万件电状文物有92趴伫大火当中受损。不过，互专家感觉好佳在是属于古石器时代晚期，叫做路基亚古代印第安女性号称比较上古老的人类头骨化石保存完好。整理暂存文物加重建工作马上就展开，开差不多9500万美金。过程当中，佫拄到自2020年开始发烧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工程被迫断去。E que ele passou pelo incêndio de 2018, toda a população brasileira acompanhou. Isso tem sido processo desde então de restauração. 巴西政府表示，整体完工要到2017年，先将已经整理完的文物先做临时性展出。
Mas hoje já teremos uma exposição temporária para a população conhecer pouco desse trabalho que está sendo feito aqui. 巴西国家博物馆伫第二大城里约热内卢，上早起伫19世纪初期，作为葡萄牙所属巴西帝国的皇宫。1889年到1891年暂时作为改制用户了后的国会大楼，搁伫1891年将做国家博物馆，是全球上大自然历史甲人类学博物馆之一。改起了的国家博物馆除了促进加增现代化的太阳能板，也扩充真济教育设施。不过可惜的是，因为火灾损失1000多万件文物，已经无法度再出现。公视新闻徐家珍报道。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5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3度；外岛27度至35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